5月综合所得税开征的第一天，南区国税局台南分局就涌进将近3000名民众伫现场报税，因为排队人数众多，敢若是等待叫号，就浪费真侪时间。国税局为了鼓励民众多加利用手机以及伫厝使用网络报税，总共准备了奖金465万，提供抽奖。在家一报税，好礼大放送哈。那今年的奖项一共有最大的奖项现金20万，那有465万元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在家里报税，如不是在国税，在国税里以外的地方，利用手机、平板还有电脑用网络申报，或者在家用税额试算的确认，就可以参加抽奖哈。那在国税局以外的地方，希望大家都在家里哈。那现在手机的报税，今年它又在升级，除了可以增修以外，而且还可以今年用现金缴纳，也可以用手机报税。那如果因为疫情影响，那你要申请分期或延期缴纳，今年都有新增这个功能。而且今年还有一个示范，就是你的附件也可以上传。除了奖金的好康，国税局嘛有提悬各项扣除额、免税额以及基本生活费，标准扣除额提悬4000块，薪水甲新生障碍特别扣除额提悬7000块。请大家多加利用手机还是网络报税，不但会当免去出门的麻烦，还会当第一批退税，同时还有机会得奖提现金。当然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